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咱搁再一次礼拜日当中，咱会当奉主的名组织来享受主所赏赐予咱美好的敬拜。拄则咱也听到咱台语堂的诗班所献唱的今日这条诗歌，大家听了有啥物无共款吗？你的心情有安尼愈来愈有愉快、欢喜起来无？拄则唱到尾啊，一直唱，一直唱。一直来咱提醒兄弟姊妹，望咱每个兄弟姊妹享受到主所赏赐予咱的，咱会当永永远远直到迄一日上帝要记咱面的时阵，咱想要看伊的时。咱今日呢，要通过这个讲台，咱要来思想一下，咱每个月，咱尤其第一礼拜，咱拢有安尼一个习惯，教会咱有这个收主餐的这个礼拜，为什么今日牧师特别？要搁再一次，我毋知有伫咱第一堂讲过无，但是为什么搁再一次要来讲即个信息呢？因为咱今日伫大堂有一个无共款的物件，但是嘛毋是无共款，是过去已经真久的一个传统呢。因为咱伫即个2019年，也是讲2020年，迄阵有啥物代志发生？全世界发生啥物代志？COVID-19 了后咱咧做礼拜有一个改变，对毋对？真侪人不只讲咱这个主餐有改变，咱连聚会嘛改变。迄阵啥物款的改变？咱拢无法度来教会，咧教会敢会当几个人安尼会组织当中经过遮尔侪年嘛要安尼6年尤其咱拄讲，咱教会主餐过去的主餐是安怎做呢？有一阵。爱主的兄弟姊妹，特别一阵，差不多拢是姊妹，拢是我老姊妹。咧主餐的进前的几工因会特别咧咱的地下室有一个烤箱，伊就一地做主餐饼，毋是即马即种的咱咧主餐的时阵呢，有真侪服侍主餐的兄弟特别是拢是兄弟安尼因每个人呢甲即个饼甲杯分别来送到每个兄弟姊妹的面前呢，大家来领这个主餐饼甲杯，大家敢有印象？咱大家堂进前嘛安尼对毋对？但是咱大家堂比大堂较好一点嘛咱自从食2合一的饼甲杯了，咱共款是请二师你帮忙你分饼甲杯，但是大堂呢，咧过去几啊年这个主餐拢是家己摕啦。也是讲前2礼拜前公告讲，咱第一礼拜要领主餐，兄弟姊妹当甲这个主餐饼家己先领去身躯边，是讲伊袂记事先摕呢当工来到教会的时阵家己摕。咱有参加过大堂的礼拜无？经过遮尔多年，其实有一阵兄弟姊妹一直咧怀念讲咱怀念大堂的这个收主餐非常的迄种。会当来纪念主的迄个形象，但是自从疫情了后改变这个领主餐的这个方式了后，大家感觉讲，领主餐敢若无啥物意思去安尼一直甲教会欢迎。当然，几年前疫情搁安尼无讲完全平复落来，已经经过安尼6年所以一定有一寡兄弟姊妹，你甲教会欢迎，讲是毋是让来恢复？教会收主餐的时阵，甲过往同款。当然，即马无恢复甲过往完全迄型，因为咱即马饼甲杯有人感觉讲可能阁有啥物传染的问题，还是讲卫生的问题，无恢复甲过去做饼甲杯迄个方式。犹原同款是2合1的但是今日为了今日头一礼拜，咱中文大堂即个收主餐呢，有一阵兄弟姊妹，即马招一阵人呢。早堂甲下昼堂的人无共款，伊咧开始练习。有的人是过去服侍过，有的人毋捌服侍过，毋知要安怎服侍，所以因练习几啊遍，甲做说明为什么要安尼做，大家抱着非常的期待感觉讲这个主餐会当恢复过往迄个形，虽然讲无完全共款，但是伊感觉讲安尼较有意义所以今日牧师，咱第一堂虽然无啥物改变但是今日。搁再一次，因为咱教会大堂的这个主餐的这个一个改变的当中的这个礼拜日内底，今日牧师通过这段哥林多前书11章
23节甲29节，嘛是咱每个月咧领书餐的时阵，常常会去领受到思想的这段话语，咱搁再一次来思想，守主餐到底意义是啥物？目的是啥物？咱今日通过这段经文，咱来思想。这段经文，咱拄仔讲守主餐的意义，咱就要修心了解，到底主耶稣。咱的主，伊第一个地面上上尾一天，上尾一暝，所食的上尾一顿，国语叫做最后的晚餐。大家要哪讲？最后的暗顿，食完就无啊。迄暝发生的代志，伫即个主餐内底，为虾米？食迄顿当中，主耶稣要照着迄顿来甲门徒设立主餐，教示因将来爱常常照着主餐要从啥物，目的是啥物？咱来看，分做3个部分，甲大家来分享。第一个部分是啥物呢？咱来读好无？第一个部分是啥物？主设立主餐的目的，是要为了纪念，嘛为了宣告。纪念啥物？要宣告啥物？咱来看头前这3节的经文。耶稣讲我，毋是耶稣啦，保罗啦，保罗讲我对主所领受的，我嘛传互恁。主耶稣互人出卖迄暝，伊摕饼，感谢上帝了后呢，擘开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牺牲的。恁着做即个来纪念我。照安尼食了后，伊搁旁杯讲：即个杯是新的约，用我的血设立的。恁逐摆啉的时，着做即个来纪念我。安尼，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伫宣告。主的死，直到伊来临。这几节经文当中，这4节内底，主耶稣已经，伊甲咱讲，伊为虾米要设立这个主餐？当然，这段话是保罗所讲的。当然要去看这个福音书内底，就讲到最后迄暝，主耶稣甲门徒所讲的。所以，保罗讲，我对主所领受的，这毋是保罗家己认为，毋是家己伊想的。乃是伊所了解的明白耶稣设立主餐伊的意思，那伊讲伊要传互咱当时，保罗教示伊所传福音的一寡还未信耶稣的人，也是已经信耶稣以后的人，咱要来得到咱的信仰，持守咱的信仰，要来守主餐的时阵，咱要来了解守主餐伊的意义伫倒落。所以呢，咱今日这段经文其实。真清楚，互咱会当了解，尤其第24节讲耶稣伊安尼来感谢上帝了后，伊就甲饼掰开，所以咱每届咱拢有要领受这个饼进前，我嘛安尼来讲的时阵，咱才来食这个饼。所以伊讲掰开，这个饼是啥物饼？这个饼当然是一块普通饼，但是对这基督教来讲，有一寡无共款的宗派呢，对这个饼的解说呢，有小可无共款。我今日无要解说无共款的所在，我今日用圣经遮的字，来表达、来说明，嘛是咱浸信会所理解、接受、认为的。所以伊遮安怎讲？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牺牲的，掰开拍破，就是代表主耶稣伊身体为咱牺牲。所以伊讲，恁着食这个呢，要来从啥物？纪念主耶稣，伊要为咱完成的这个救恩。伊迄阵还未完成，但是伊交代门徒，伊马上迄暝就被了，过灯工就被定死了。所以伊就要完成这个救恩，咱要通过食这个饼的时阵，就思想来孝念主耶稣基督为咱世间人所牺牲的性命带来的救恩。
伊讲照安尼啦，食了啉杯嘛共款啦。哦，伊讲伊搁捧即个杯，讲即个杯是新的药。哦，即个新的药是用伊的血所设立的。哦，旧约圣经讲的，也是旧约迄个传统的即个仪式当中，爱抬牛、抬羊、流迄个羊的血，迄不时一直爱安尼做，中午一直爱安尼做，但是无法度完全除去人的罪。到了新约，主要说为咱所设的即个新约，伊讲伊即个杯代表着亲像敢若伊的血共款，吼。恁逐摆啉即个时，就做即个来纪念我，就是咱要通过守即个主餐，要啉即个杯的阵，哦，即个杯毋是敢若葡萄酒好啉，毋是敢若葡萄汁好啉，乃是这代表着主耶稣为咱所流的宝血，来纪念伊，吼。所以即头啊，则讲，咱讲守主餐的目的，首先。咱就爱来纪念主，伊即个宝贵的救恩，使咱世间人，咱兄弟姊妹所每个人所领受的即个共同的救恩，何等的伟大的救恩！啊，过来26节则讲，安尼啊，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咱咧守即个主餐的同时啊，这时阵啊，不只讲纪念，嘛是宣告。宣告啥物？则讲。宣告主的死，直到伊的来临；宣告伊的死，直到伊的来临。即可敢若是头一尾，但是中啊要有物件哦，毋是死来临安尼尔。我常常咧讲，只讲咱的主为咱受苦，为咱受定，为咱受死，无死就无活。所以呢，伊死了后不止死就死啊！但是世间人虽然是安尼，但是咱的主伊是大权能的上帝，伊通过这个十字架死来战胜这个死亡的关系、罪恶的关系，3天死来搁活起来。所以咱的信仰，毋是敢若信主耶稣的死尔，咱的信仰是搁活的信仰。所以保罗在这个哥林多。情书这11章啦，伊讲到尾啊15章的时阵，会讲到啥物？伊讲伊所传的，若无主耶稣基督的国活，伊讲那安尼，伊所传的就是枉然啦。啊，咱所信的嘛是无采工啦。所以咱的信仰爱完全，但是甲遮嘛无个完全咯。所以伊这个保罗伫遮讲第26节讲。直到以来，所以咱的信仰内底，完全的信仰应该包含最后这部分。如果咱的信仰当中，咱无了解这部分，无相信这部分，咱无去持守咱的信仰，特别在咧这守主餐的当中，纪念主的同时，嘛有一个愿望，有一个坚持，要直到。主来临的迄一日，所以这个毋是讲保罗伊家己的认为，伊讲伊所领受的，尤其咱来去读福音书、读使徒行传，咱看到主耶稣为咱世间人牺牲了后，伊死来搁活，有几届显现，分别有10届显现，在无共款的所在、无共款的时阵，40天内底显现10遍，甲门徒。证明伊国活，伊是一个国活的主。当然，伊最后伊要升天正前，伊嘛甲门徒讲，伊会阁转来。所以真侪门徒抛着安尼一个愿望，等候主要阁转来。虽然经过历史遮尔侪年，主耶稣检知还无转来迄一天，但是咱继续相信，继续持守。继续在领主餐的当中，咱通过这个饼甲杯来纪念主，伊予咱的救恩，咱来愿望主有一天伊会阁再来。希望咱在这个地面上，尤其今日大长的这个信息当中，我拄仔咧小组当中，迄几
几位兄弟咧分享讲，哇，今日即个信仰所讲到讲，安尼的信仰，咱是要安怎信落去？要安怎要有愿望？我就鼓励因讲，无论即个世界安怎改变，安怎混乱，耶稣讲，咱要有亲像，敢若一个囡仔迄粒心，单纯、瓦靠，若无食愈老。咱人会愈来愈世故了后呢，油条啊，不止油条，咱了解讲人生就是真毋是遮尔单纯啦，因为咱了解真侪黑暗面，但是咱的信仰是充满有光明的愿望的，所以我就鼓励迄小组的兄弟讲，咱一定要活出活泼的信仰来。所以今日咱咧守主餐的当中嘛共款，毋是干那一个纪念主会死。咱阁有一个愿望，伊会阁再来迄一天。好，所以第一部分食主餐的目的是啥物？我拄仔讲啥物？纪念、宣告。纪念是你家己的内心嘛，宣告是要甲人讲啊。通过安尼的信仰一个表达，我安尼的信仰。当你要安尼的信仰的时候，你本身要了解这个信仰是啥物。所以讲基督徒有足侪种的有种基督徒我著做基督耶稣的信徒，迄嘛基督徒。讲无啦，我毋是干那信徒，因为圣经讲到讲信徒甲即个甲门徒是差足侪哦。门徒一直讲，信徒干那讲几遍尔。咱信耶稣要干那做一个信徒吗？还是要爱做一个门徒？尤其耶稣互咱的大使命是叫人做啥物？做信徒吗？毋是，是做啥徒？做门徒，但是做门徒真好，做主的学生来学主耶稣伊的样式，互咱的信仰活出美好。但是如果咱无抛着使命，无领受上帝咱的大使命，安尼咱就无法度做使徒。所以咱做门徒的同时，咱带着领受着迄个使命，咱会当真做迄个基督徒是一个有使命的基督徒，所以咱是使徒。当然，不管是信徒、门徒，还是使徒，愿望每一位信耶稣的兄弟姊妹，咱拢真做圣，真做一个圣徒。但是真可惜，有人搁另外安尼解说，基督徒分做信徒、门徒、使徒，搁有一种叫做互你糊涂。我毋知影在座咱台语堂的兄弟姊妹，咱是属于倒一种毒。愿望咱会当通过念伊，咱个要再一次要来领受这个主餐的时阵，来纪念主。何等的恩典，竟然这个救恩临到咱这款的人，咱是一个不配的罪人，但是主耶稣竟然怜悯咱，如今咱是上帝的儿女，咱会当来活出安尼的信仰，不止宣告，咱会当真真正正行大的时阵，生活当中的时阵，工课的时阵，就会当来见证咱的信仰是何等的美好一个信仰，嘛会当吸引人来渴慕这个信仰，来接受这个信仰。今日这段经文的第二部分，我阁先复习第一遍啦纪念主耶稣的啥物？死甲牺牲，宣告啥物？要来宣扬。当然，这两部分咱拢爱有一个感恩的心，不止死甲牺牲，我拄仔讲嘛，了解咱的信仰是一个国外的信仰，咱的信仰是主耶稣，互咱有一个应允，讲伊会阁再来的安尼一个信仰，所以咱来进到第二步，如果咱已经了解，咱会当每一回领受主的饼甲杯的时阵，来纪念伊，来孝念伊，来宣告咱的信仰。咱来看第27节。27节，伊遮的经文一节尔，咱来思想。伊讲，所以已经讲头前保罗安尼甲咱教示啊，甲咱讲啊，互咱会当明白啊。兄弟姊妹，咱有明白无？有啦，你甲牧师讲，我早就知啊啦。咱有早就知无？还是今日才知？
哦，毋茫讲咱是早就知，还是早毋知，咱即马有小可厘清咱的信用，哦，咱来继续持守落去。所以爱安怎？如果咱明白了解，保罗安尼才甲讲，所以啊，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人。哦，无论是你大堂聚会参加国语堂的，还是我即摆现主持讲参加英文堂的即个华人堂的会友兄弟姊妹，还是咱即个所在你参加台语堂的兄弟姊妹，还是伫别个教会附近真侪教会，还是全台湾、全世界真侪奉主的名组织咧敬拜伊、服侍伊、你领受主餐的兄弟姊妹，拢共款。伊讲无论什么人，不管是过去耶稣时代迄个时阵，经过这1-2000年，到咱如今咱现代人未来阁要继续领受这个信仰，接受这个救恩，主的门徒的人，主的信徒，还是主的使徒，莫讲主的糊里糊涂吼。无论什么人啊，就算你糊里糊涂，你嘛要慢慢啊吼有清楚了后，伊讲若无用合宜的态度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得罪主的身体甲血，所以这个饼毋是讲清清彩彩、简简单单。不管是过去一寡兄弟姊妹所特别做的，还是我咱即摆买现成的，这个饼虽然是一个物质的物件，但是又有伊属灵的含义，有伊真好的意义。所以咱爱用一个什么款的态度来食这个饼甲杯呢？圣经安怎甲咱讲？爱用合宜的态度，就是爱有一个安怎按照上帝的心意，主要所有心意，按理按什么理？按什么理呢？遮伊讲啊，若无安尼的时阵啊，咱就是得罪啊，就是模范主的身躯。伊的身体甲血啊，所以这个按理合理是啥物？就是讲咱爱对咱的内底，咱这个心对主，要特别咱要领这个主餐的时阵，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敬畏的心。用这个敬畏的心，就是用安尼这个正确的态度，一个虔诚的心，咱才来啉这个杯，食这个饼，迄个意义就阁无相共啊。即马现代人虽然讲食物件真侪拢安尼，尤其少年拢安尼先翕一个，且摄影一个，记录一个，才来食。你有一寡人兴趣安尼无？有无？上面一个咧点头，真侪人拢安尼安尼菜送来啊，而且咱煮好啊，要开动之前，人日本人就讲塔塔伊麦咱台湾人无安尼讲，就安尼先来翕一个，甲送网今日食这好料的虽然现代人是安尼一种形式啦但是我拄仔讲，咱即摆咧讲主餐啦，咱咧领主餐的时阵，迄个仪式感，毋是干那一个外在仪式感尔，仪式感第一不要讲，仪式感，毋是干那一个仪式感，乃是咱发自咱内心有一个敬畏的心，知影讲这个饼无简单呢。这个杯无简单呢，这是何等的神圣！咱的主为咱世间人所拍破的身体，所留的保护，所成就的救恩，国语叫做成就了他的大功。迄个大功何等的伟大的迄个功效！所以咱安尼抛掉，安尼一个敬畏的心，伊才讲用这个合理的态度，虔诚。来领受这个饼甲杯，所以咱知影这个意义目的了后，咱就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上帝当意爱的态度来领这个饼甲杯。最后呢，最后2节啦，领主餐是啥物款的一个美好的时刻？是省查咱家己。一个美好的时刻，咱常常无咧定定反省家己，还是咱定定有咧反省家己。古早人讲吾日三省吾身，也是因为咱一天反省几届，还是一直咧反省，随时咧反省。
我毋知啦吼，但是今日通过咱要念要领主餐，搁再一次通过领主的饼甲杯时阵，咱会当有一个省早的机会，省早的时间。吼，为什么呢？因为遮安尼甲咱讲，伊讲逐个人着省早家己，逐个人包括什么人？咱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姊妹，对毋对？吼，讲咱逐个人呢，对啊，着安怎来省早家己？吼，毋是去省早别人，毋是讲啊，我今日要出门的时阵，阮翁仔啊讲一句话，互我安尼足气的，也是讲阮后生查某囝，也是讲啊，阮的太太，也是讲阮老爸老母，阮的兄弟，也是讲兄弟兄弟要安怎？不管是啥物啦，除了你以外吼，就是咱专省早咱家己，有一个反省的心嘛。但是咱常常定是安尼啦，你反省别人，毋是你反省咱家己。敢若讲咱你叫做国语叫做指责别人啊，这个指责别人，这个手举出去的时阵，举来举去，小心无牧师记着。举的时阵，你举别人的人啊，这三举是指向什么人？指向家己呢？1比3相干赢。所以你讲我咧举别人，其实你举家己啊。所以提起着咱兄弟姊妹，今日圣经啊咧甲咱讲，逐个人着省早家己，咱才来通食即个饼，甲食即个杯。所以食即个饼甲饼是何等神圣的一件代志。最后啦，伊讲啊，恁就是讲咱啊，咱食即个饼，啉即个杯，若无确实明白主的身躯的意思，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家己，你从啥物？你领审判。所以我过去有拄着一寡人，无讲介济啦。明明我著了解我礼拜已经信主啊，受洗礼啊，但是你领主餐的时阵，伊嘛来啊，但是伊毋敢摕呢。后来去问讲，你今日来无领？你闹交去？伊讲毋是，我今日不配，我毋敢领主的饼甲杯，因为伊感觉讲啊，伊可能即阵时间啊，生活方面，还是心思念头方面，安怎，伊感觉讲啊，我领即个杯，国语叫做会戒慎恐惧。兄弟姊妹，为什么有即款的兄弟姊妹会安尼，会即种想法，甲伊会安尼回应？代表伊了解即个主的饼甲杯的意义，伊了解，毋是安尼简单来领即个主的饼甲杯，也是讲啊，无安怎摕来啉，摕来食安尼就好啊。咱拄仔讲爱用合宜的态度，爱照理，所以遮最后保罗安尼甲咱教示，咱逐人每个人，咱着爱有一个省早家己的心。咱才来食即个主的饼甲杯，因为这主的饼是代表主的身体，杯代表伊所为咱世间人所留的宝血。伊则讲，咱人若无安尼省早，咱要省早啥物？省早啥物？省早咱的内心，省早咱内心的动机，省早咱外表，咱所讲的话，咱的行为、举止，是毋是通过要食即个饼甲杯进前，求圣神甲咱光照咱的内面，看是毋是咱真正有需要调整的任何的所在。尤其咱得罪了上帝的心、上帝的心，得罪了别人，咱是毋是有两方面求主了解，嘛愿别人来原谅咱？也是颠倒饼，咱愿意去原谅别人，爱有即款的即个心思意念，过来讲，咱人啊，若无讲确实明白啥物代志，最后咱备办心要来领收进前，我阁补充，就是讲咱来确立咱家己，兄弟姊妹，你家己的身份，如今的身份是啥物？毋是讲你名片贴出来，我是啥物人，迄个头衔。乃是讲，咱伫信仰当中，咱家己甲主的关系，为啥物安尼讲？因为这是主的身体，其实保罗嘛安尼甲咱教示啊，
教会的头是咱的主耶稣基督，身体是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所以咱通过讲哦，主耶稣既然伊是身体，伊是身体当中上大迄粒头。啊，咱兄弟姊妹每一个人，咱拢是骹手，还是啥物器官的部分尔。要讲到讲，咱甲主迄个主仆的关系，咱甲主迄个身体的关系，咱是毋是迄个关系是对的、合宜的？手也放在骹的所在。骹也放在手的所在，迄个人，甲咱即马所认为，啊，咱所了解的人，会变啥物款人？变外星人，敢毋是？骹伊顶面，这是骹，啊，这手里的骹呢？吼，了解我的意思无？吼，啊，肝的功能，敢若变做腰子的功能，啊，心脏的功能，敢若肺的功能，啊，就乱去啊。所以咱了解，我到底是身躯的倒一部分？啊，我有藏着迄个对的所在无？有安放咧对的所在无？那安尼时阵叫做霸占呢，各按各职安尼啦，百节各按各职，安尼大家毋知讲得对毋对？好，安尼时阵连于严守耶稣基督，听咱的主甲咱调动指挥，咱即个人就当安怎？非常的自由自在，对无？中方的兄弟姊妹就知影讲我咧讲啥物啊？伊心头想讲我要摕物件就变成素然，你知影无？素然佫袂歹，素然慢慢伊嘛佫到达伊的所在去。有诶伊无法度，伊连素然也达不到。你知影我讲啥物叫做素然无？素然就是讲话足慢咧。今日牧师也是讲过，最近牧师拢讲话拢变足紧诶吼，毋是素然安尼吼。啊，有一天我嘛变素然，我讲各位兄弟姊妹平安，迄就是素然。吼，好，有啥我拄仔讲素然去？还是讲走精去吼？今日收过个共款足兴奋的，好来，讲别讲兄弟姊妹，咱甲主的关系，你甲主的关系，安尼主餐的同时，除了咱来思想反省，咱甲主的关系是一款什么款的关系？同时，咱来思想咱即阵人，伫即个所在组织，咱是一个主耶稣为咱建立的一个身体。咱兄弟姊妹每一个人的关系嘛同款，咱有一个合宜的关系个，啊无迄个合宜的关系，就亲像上帝创造世界同款，会乱去，乱去了，就咱大家讲就走精，啊走精，啥物就无成啥物啊。望咱做一个主的门徒，咱亲像一个主的门徒同款，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今日通过《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的这段经文，搁再一次，互阮来思想，主你为阮设立主餐的目的，互阮会当有一个合宜的态度来领受这个主你所为阮牺牲的身躯，为阮所留的宝血，通过这个饼甲杯，阮来孝念主你的恩典。也来宣明宣告表明阮的信仰，直到你搁再来的迄一日。望阮会当兄弟姊妹念伊，阮要来领受这个饼甲杯的时阵，阮嘛犹原有一个家己省察自己的心，然后再来食这个饼甲杯，因为你假使阮人，若是食这个饼甲杯，无确实明白是主你的身躯的意思。那安尼，阮食即个饼甲杯，就是家己抓审判。愿主互阮有一个省察的心，来甲主有安尼美好的一个团契沟通，也甲阮兄弟姊妹通过即个饼甲杯，嘛有美好的一个团契甲沟通。阮来向主感恩，来向主祈祷，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